你3次咩6次咁10次真係好難。你係要成功10次先得，都有可能。而家接管1次，我哋跳出先。少人都係咁啊！ OK，今次就 OK 啦。OK， 呢啲啦，佢大約就咯。開始好快力啦。不過佢如果上面冇嗰個膠應該仲大，可能即係穿過去嗰膠有啲位咧。其實時間10秒左右，機盤都會自動關機。關機後手機架不過任何故障，敬請留意。咁就聽營業時間嚟㗎，早上11時正到晚上10時正，都上次幫我哋靚好。一個位嘅下樓。咁啊兩嘢啊！哇！人哋我都以為咧，點樣玩？一樣啊，不過你哋走入先，要做1啲咯，跟住又交入波。如果唔係就即係你再入個條都係要抄人嘅功夫咯。今次冇咁多，下次一樣。佢個右爪係入啲，再入啲，出啲啦，出啲啊！服務上敬請留意。我哋聽嘅營業時間由早上嘅11點至到晚上10點。歡迎各位再次光臨。2樣地板有 OK， 2要入1就算變咗火。我的，呢個真係付出好大。
呢度到似喎呢下。哦，你快啲啊！哦，俾老婆啊嘛，俾老婆就冇嘢啊。